春天一声雷，今仔部淡水公路代表春雨就要开始落咯。气象局预报，受到锋面通过东北季风佮华南分河区的影响，今仔暗时开始，中部以北雨会落较大。这里数嘛赶紧趁这个时机，伫各地头的水库集水区准备要来进行人工净化。对北部的翡翠水库，一路到南部的湛文、南化水库，拢准备好地面佮空中净化的作业，望过会当来增加水库的水源，消扣可患的状况。天顶开始落雨，春天的雨水总算到台湾啦。因为东北季风，拜六北台湾的温度降到20度左右，而且受到华南分河区的影响，愈暗雨愈大。拜六礼拜是各地头雨水上高的时阵。尤其是从今天入夜开始，一直到明天的这一段期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随着华南云区所带来的水汽是比较偏多的状况之下，那其实各地都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的这个天气哦。在中部以北山区跟东半部的山区因为水汽是有比较拦截的一个情形之下，那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个雨量产生。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段期间的话，各地的一个天气都算是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状况。一支一支的高空验弹已经准备好势，希望解决台湾的靠旱。水利署为25开始，伫中部以北的翡翠、石门等等水库陆续准备人工净化。26开始也会针对南部的湛文、旗山等等水库做准备。不过，这摆的雨水估计也是无法度解决南部地区的靠旱。南部的一个山区上来讲的话，只是还是要看这个水汽它是不是有往南压的一个状况，然后产生比较多的一个雨量出现。解旱象的话，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人工增雨它是增加它原本应降的雨量，大部分都是3到7%。南部的话，它相对是没有那么多啦。这摆雨水拜一了后就会豆豆减少，拜三拜四会阁因为来自华南的水汽加低压系统发展，部分地区会有雨水，到拜5才减少。气象局提醒，春天的天气变化真紧，天气预报无确定性也大，要随时注意天气状况。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